現在係信息分享嘅時間，今日好感恩能夠再次邀請到許樹元教授蒞臨宣禮堂分享信息。許教授係香港大學電機電子工程系講座教授，英國倫敦帝國學院講座教授，榮獲美國國家發明家協會頒授發明家院士榮譽，而許教授亦被譽為無線充電之父。今日許教授分享嘅題目係理性啟示與信心，有請許教授。各位朋友、弟兄姊妹，早晨平安。首先好多謝梁牧師同埋馮姑娘嘅安排，我今日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個好重要嘅福音信息。或者開始之前，我哋一齊禱告開始，求神帶領我哋。天父，我哋多謝你，俾我哋今日可以奉我哋救主耶穌嘅名喺聚會。求你嘅靈係與我哋同在，開我哋嘅眼，開我哋嘅耳，開我哋嘅心，叫下兒所講嘅信息都係讓你嘅真理得到明白。我哋咁樣嘅祈求係奉我哋救主耶穌嘅名。我喺大學工作咗大約38年，咁經常咧有好多嘅同事、學生都會問我，信耶穌係咪唔科學、唔理性嘅呢？咁樣，咁同埋點解基督教係唯一可以信嘅宗教？咁呢啲都係好重要、好好嘅問題。所以今日咧，我會首先咧係介紹即係理性啟示同信心嘅關係，因為咧其實每樣我哋神俾我哋最高嘅理性，受造之物當中係最高嘅理性係有作用嘅，但係有作用當中咧亦都有限制。咁今日咧我就會嘗試去解釋先，咁跟住我就會再解釋點解我哋需要神嘅啟示，而啟示係要憑信心去接受。OK， 咁我開始嘅時候咧就俾一個圖表大家睇先。如果大家睇過霍金教授嘅時間簡史咧，佢個書裏邊咧就會形容一個時間嘅歷史，就係呢個宇宙發展嘅形成。咁而由左到右紅色嗰度就係所謂大爆炸嘅開始咧。咁2023年之前嘅科學家咧係相信咧呢啲嘅爆炸出嚟嘅能量咧係需要大約係4億年嘅時間先至變成物質，慢慢變成星體。星體好似我哋太陽咁會發光嘅星體。咁由4億年咧要去到第10億年咧，就成幾千億嘅星體形成，俾中間嗰啲黑洞咧吸住，好似個圓盤咁樣轉咧，就形成一個叫星系。例如話我哋地球就喺個太陽系銀河系裏邊咁樣。咁但係咧，我想大家留意兩個時間，就係4年同埋4億年同埋10億年。2023年美國太空總署送咗個新嘅望遠鏡上太空。咁就發現咧，原來我哋過往100年嘅科學家嘅研究係完全錯誤嘅，因為咧原來發現咧係大約1億年度咧星已經開始存在，而星系咧大約係3億年已經完成，已經形成咗。咁即係話咧，我哋過往嗰100年嗰啲科學家去研究宇宙形成嗰啲嘅科學家嘅理解完全錯晒。咁點解我講呢個例子咧？因為咧好多時我哋唔明白科學嘅功能同限制。科學如果我哋睇翻牛津字典嘅定義咧，科學原來只係喺自然界同物理世界裏邊應用嘅啫，係要嚟我哋研究自然界、物理世界嘅呢啲嘅客觀嘅定律。咁而科學響自然界同埋物理學以外嘅範疇咧係冇作用嘅。例如話科學唔可以解釋父母對兒女嘅愛，因為呢個唔係科學嘅範疇。咁所以我哋唔可以用一把間尺、一個溫度器去量度父母對兒女嘅愛。所以科學有科學嘅功能，但係有科學亦都有科學嘅限制。咁另外咧，我哋要明白咧，就係科學本身唔係絕對真理。所以我哋唔可以所謂科學正道，因為科學本身唔係絕對真理。科學只係一個 approximation， 係喺物理界裏邊一個接近似值，我哋英文叫 approximation。咁而科學咧，正如頭先我個例子，係要不停更正嘅。科學本身唔係絕對真理，係一個模型，係去喺物理界裏邊接近真理嘅一個模型嚟嘅。咁所以科學本身唔係絕對真理。咁但係科學咧有兩個好重要嘅功能，話俾我哋知。第一，科學話俾我哋知道，喺物理界有好多客觀嘅定律係存在嘅，所以人唔可以靠主觀。
即係例如話，我唔可以因為話我唔怕，我唔信萬有引力嘅，我跳出街我唔會死嘅咁樣嚇。你靠主觀冇用嘅嚇，因為科學話俾我哋聽有客觀嘅定律，所以我哋要客觀去睇事實。另外科學俾我哋睇到就係咧創造嘅偉大嚇，響大家霍金教授大家都聽過好出名嘅教授嚇，佢已經過咗身。佢出名其中一個原因即係坐輪椅，大家容易記佢嚇，記得佢。喺佢同時工作嘅時候咧，有個叫 Paul Davies 嘅教授，佢計算過一個程式，就係話宇宙爆炸向外嗰個推力同埋萬有引力向內嗰個吸力咧，個相差咧係極之細嘅，細到咧就等於由宇宙嘅最遠嘅一邊射箭去到宇宙嘅第二邊，而個準程度就係我哋嘅手指甲嗰個範圍。錯咗少少，我哋宇宙都唔存在嚇，所以科學俾我哋睇到咧宇宙嘅偉大，呢個創造主嘅偉大。咁其實我要講理性就係，其實我喺神俾我哋被造之物最高嘅理性當中咧，我哋理性其實產生好多學科嘅。我而家呢個大嘅框住咧就係我哋講嘅理性。咁其實科學係一個其中一部分嚟嘅啫，我哋仲有文學、藝術。心理學法律咁樣，呢啲係科學管轄唔到嚇，所以我哋唔好以為科學本身係一個絕對真理，科學只係理性當中一部分嘅範疇。咁頭先我都解釋過啦，科學如果係響文學藝術咧，係完全冇作用嘅。有啲人中意聽 rock music， 有啲人中意聽 classical music， 你唔可以用科學去量度邊個啱邊個錯。咁我哋再睇下啟示，一般人話。如果你要我信耶穌咧，你叫耶穌落嚟俾我睇下咪得咯？好多人咁講係咪？揾耶穌落嚟俾我睇下，我就信啦咁樣。咁坦白講咧，如果耶穌真係喺佢面前咧，佢都唔信嘅嚇，因為你睇翻以色列人過紅海，睇住個紅海分開，日日神俾食物佢哋喺天掉落嚟，都係唔信嚇。所以見到神蹟冇用。咁但係咧，人咧就要話我個理性，我睇到我個理性明白到我就信嚇。呢個就係人嗰個行錯咗一步嘅限制。因為實際上我哋遲啲會睇到咧，原來理性有作用，但係理性係本身單靠理性係揾唔到上帝嘅。咁但係聖經有個原則就好唔同嘅，聖經咧就講憑信心不憑眼見。嗱，呢句説話咧就令到人以為唔科學啦。咁我解釋咩叫做理性，咩叫啟示先。我呢度咧用一個好大嘅框去代表上帝無限嘅智慧，而被造之物咧，人呢個黃色嘅圈咧，就代表所有被造之物當中最大嘅智慧，就係人嘅理性嚇。所以咧，我哋嘅理性咧係高過隻狗嘅喎，高過一隻馬嘅喎嚇。咁但係，所以我做研究，我聽音樂我就唔需要同我隻狗解釋，同埋好多嘢咧我都唔需要同隻狗去講嘅。其實今日一樣啊，即係上帝好多嘢冇同我哋講嘅嚇，因為點解咧？我哋智慧有限，我哋唔可以明白晒上帝一切。正如我隻狗。佢明白唔到我做嘅研究，佢明白唔到我同我太太傾偈嗰啲內容，有限制。咁咩叫啟示咧？就係動物本身低一層嘅智慧，好似馬或者動物；高一層嘅智慧，好似人咧，就可以教佢一啲嘅知識咧。佢本性唔識嘅，例如話動物見到食物就想食嘅，我哋可以教到佢咧，台面嘅食物唔可以食，佢個碗嘅食物先可以食。咁例如話。我哋馬術比賽騎馬嘅人可以教一隻馬去跳舞，馬本身唔識跳舞嚇，所以咧由高一層嘅智慧向低一層嘅智慧傳授知識咧，就叫做啟示，明白嗎？嚇，所以咧你見到，如果我哋係喺黃色呢個細圈裏邊嘗試去揾一個無限嘅上帝咧，係冇可能嘅。人靠人嘅理性唔可以揾到呢個上帝。相反，原來咧。真正嘅上帝咧，係佢主動由無限當中藍色呢度啟示俾我哋一啲嘅説話。呢個係我哋人本身唔知道嘅。例如話，上帝藉住聖經，藉住耶穌基督真理成了肉身嚟到，話俾我哋聽佢係點樣嘅，我哋係咩光景嘅。咁聖經裏邊神好多嘅啟示咧，係我哋明白唔到嘅。例如話，簡單到耶穌將水變酒，耶穌要叫死人復活，耶穌醫治一個麻風嘅病人，所有全世界嘅物理學得獎者都唔可以解釋耶穌基督任何一個嘅神蹟嚇。咁所以藍色嗰部分咧就係神
主動同我哋講説話嘅啟示，而呢啲嘅啟示只可以憑信心去接受嚇，因為我哋就算點叻都好，我都解釋唔到耶穌基督點樣即時之間將水變酒嚇，所以我哋要明白我哋喺咩嘅光景當中。咁所以唐崇榮牧師有個好好嘅理論，佢話咧，上帝創造人嘅理性，但係人嘅理性唔可以創造上帝，人嘅理性只可以創造一個假神。咁我哋其實創造好多假神嘅，我哋包括基督徒都會有陣時創造假神嘅嚇。咁我用一個最好嘅例子，呢個就係18世紀蘇格蘭嘅一個哲學家幽默嘅一個苦難論證。呢個論證咧，而家好多嘅科學家、哲學家都係用翻呢個論證或者唔同形式咁去表達出嚟嘅啫。咁呢個論證就係話，如果上帝係全能嘅，係至善嘅，佢係唔會容忍罪惡同埋苦難發生。而如果上帝係全能嘅咧，佢係有能力制止啲罪惡同埋苦難發生。咁但係客觀上咧，世間係充滿罪惡同埋苦難，所以咧佢哋用呢個黃色呢個細圈嘅理性去推敲呢個無限嘅智慧嘅上帝嘅時候咧，佢就推論咗咩咧？佢就話：如果上帝係至善，佢唔係全能，因為有苦難發生嘛，佢全能一定可以制止到啦。但係有苦難，所以佢唔係全能。如果上帝係全能咧，佢唔係至善嘅。如果佢有能力制止，但係佢唔制止，即係佢唔係好啦嚇，所以佢唔係至善。所以咧，用人嘅理性推一個上帝出嚟咧，就係一個上帝唔可以同時之間全能同埋至善。嗱，佢哋自以為聰明嘅喎嚇，喺聖經度講，人以為自己聰明，其實係愚拙嘅。因為點解咧？我哋嘗試用一個細嗰個黃色圈去推論無限嘅上帝嚇，所以呢個唐崇榮呢個嘅推論就係話，人嘅理性如果唔靠神嘅啟示，只可以認識一個假神。唔單止係佢，而家現代科學家係咁諗嘅喎。舊約聖經當摩西喺西奈山等神嘅頒布十誡嘅時候，啲以色列人喺下邊做隻金牛。呢個金牛係佢哋心目中嘅神。人用理性就係想一個神，我見到嘅，我可以摸索到，我可以掌控到嘅，我可以塑造到嘅神，就喺佢哋心目中就係一隻金牛。中國人一樣嘅喎，我哋去到黃大仙去關帝廟都係做好多個假神出嚟嚇。呢個係我哋假神係俾人去掌控、俾人去塑造嘅神，呢啲就係假神。但係真正嘅上帝唔係咁樣嘅。聖道同我哋講，真正嘅上帝係有絕對主權。響約伯記裏邊，聖經最舊嘅書約伯記裏邊一早已經提到，真正嘅上帝係有絕對主權嘅，佢可以賜福，可以賜禍，可以收取，可以賞賜。咁呢個同我哋完全而家人去廟拜神嘅價值觀完全相反嘅。冇人會去一個廟拜神係希望呢個上帝會賜禍，但係我哋上帝真係會賜禍嘅喎。有陣時上帝賜禍俾你俾我，係因為佢想防止我哋做一啲更壞嘅事，佢攔阻咗我哋去做得罪佢嘅事，明白嗎？理性亦都有好多其他問題，其中一個問題就係非理性嘅問題。咩叫非理性呢？好多人今日唔信有上帝，但係信有鬼嘅喎，係咪啊？好多人平時就係信自己有大病就希望有神蹟嘅咯喎。有啲人話我唔信永恆，人死如燈滅。咁你問一問，人死如燈滅有咩證據呢？冇嘅喎，主觀嘅喎。科學就教我哋唔可以主觀啊嘛，係咪啊？無神論又係主觀嘅喎，唔係基於客觀事實嘅喎。唯物論又係主觀嘅喎，唔係理性嘅喎。所以我哋話有理性嘅時候，其實係有時會非理性，同埋理性咧，亦都有佢個限制、局限性喺度。我想大家睇翻呢個圖表。如果人嘅理性，你話我一定要眼見，我一定要睇到，其他我乜都唔理咧，呢個黃色嘅圓圈個邊咧，就變成一個高牆。呢個高牆反而係攔阻咗上帝向你嘅啟示。上帝好多説話原來同我哋講係響藍色嗰部分，但係人嘅理性堅持自己理性，唔聽神講嘅時候咧，就變成好似一個阻隔、一個 filter 咁樣隔開咗神對我哋嘅啟示。咁所以有啲人話我信或者我唔信，其實冇意義嘅喎。因為點解咧？如果當你話我信我唔信嘅時候，
你就將呢個信係由你以人為本，你做咗中心。但係真正嘅信呢，一陣間我會解釋係客觀基於神嘅信實，就唔係基於我信或者我唔信。因為點解呢？上帝如果存在，佢唔會因為我信以我為主嘅信，佢會存在多啲，亦都唔會因為我唔信佢又會唔存在。所以上帝存唔存在咧，係在乎客觀事實，就唔係在乎我個人主觀嘅意願。咁所以我哋點樣去看待理性呢？神既然俾理性我哋，其實有作用。神俾我哋理性，其實係要我哋用盡我哋嘅理性去明白上帝嘅創造。但係同時之間，我哋要開放心靈，即係話呢個理性嘅牆要打開，有啲嘅地方讓神嘅理性入嚟我哋嗰度，我哋就對上帝嘅認識就會大咗。大家要明白，就算我真係完全順服上帝嘅説話，我睇聖經，我相信我個對神嘅認知即係大少少，就去到藍色嗰個圈嘅啫。我都唔可以完完全全嘅明白上帝，因為呢個係我哋被造之物嘅限制。所以我哋唔好以為我熟聖經，我係神學家，我就可以完全代神講説話。我哋唔得，我哋都有我哋嘅限制喺度。咁但係呢，如果我哋堅持我哋嘅理性呢，就好似一個格雷器咁樣。神原本係好多説話同我哋講嘅，我哋只係睇到一部分，我哋睇唔到全部分。所以呢，我哋要用盡理性，但係同時之間要開放我哋嘅心靈，讓神嘅啟示入嚟。而神嘅啟示入嚟呢，係要憑信心嘅。因為我哋嘅理性解釋唔到㗎啦，好多人你睇翻所有嘅武俠小説，開始嘅時候都係要報仇開始嘅，係咪啊？所有都係即係無論係龍劍飛又好，俾人睇唔起，或個面花晒，要學如來神掌，其他所有嘅都係報仇開始。但係上帝叫我哋去愛仇敵，呢個係理性同我哋理性相反嘅，係理性以外嘅事，我哋憑信心去接受。咁我哋平時講信心之前，我要講一講追求真理先嚇，因為我哋信係要信個真理。追求真理有兩個方法，一個係以人為本，一個係以神為本。以人為本係咩嘢呢？就係好多嘅哲學偉人，例如話佛祖、老子、孔子，佢哋一生追求真理，經過佢幾十年嘅生活體驗嘅思想，到佢年老嘅時候，將佢嘅體驗寫成一啲嘅書籍，就係我哋叫呢啲嘅哲學思想、佛學嘅思想，孔子道家嘅思想。呢啲其實唔係宗教嚟嘅喎，入到民間先至變成迷信化，變成宗教。佢哋都係哲學思想，但係點解佢哋要追求真理呢？一生其實好偉大嘅喎，佢哋唔係追求名利富貴，追求人生嘅真理。佢哋追求真理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哋唔係真理。明白嗎？如果佢哋真理，佢哋係真理，就唔需要追求真理。頭先我哋讀經之前讀咗一段聖經，耶穌點講啊？耶穌話：我就係道路、真理、生命。耶穌基督按住舊約嘅要求，30歲可以做祭司，可以做侍奉、做先知。佢30歲出嚟傳道，一開始佢就話：我就係呢個道路、真理、生命。道路嘅意思即係話我係唯一通去永恆，去返天父嗰度嗰條道路，一定要藉住耶穌基督。我就係個真理。呢句説話我陣間會再解釋。佢就係真理本身。佢唔係去追求真理，佢唔需要活多幾十年去體驗人生，話俾我聽咩叫真理。佢本身就係真理嘅本體，而佢就係生命嘅源頭。佢就係賜我哋生命嗰個生命嘅源頭。所以佢話我係道路、真理、生命。咁使徒約翰跟隨咗耶穌3年半，到佢過多50-60年，到佢年老80歲左右，寫約翰福音。佢將佢對耶穌基督嘅認識沉澱落嚟。第一句約翰福音就係話：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神。呢個道就係真理。佢話太初有呢個真理，呢個真理與上帝同在，真理就係神。其實呢句説話係顛覆晒人類對上帝嗰個嘅認知嘅，因為我哋好多時我哋以為真理係一啲人諗出嚟嘅哲學，但係聖經裏邊同我哋講唔係，真正嘅真理就係神本身
神就係真理嘅本體，真理嘅本體表達自己嘅説話就係真理，明白嗎？嚇，原來呢個真理就係活生生嘅上帝，佢就係真理嘅本體，而佢發表嘅任何意見，佢話要有光就有光，佢要有海就有海，佢要將風浪平定，風浪就平定，明白嗎？嚇，咁所以咧，原來我哋信嘅上帝就係真理嘅本體，而耶穌基督就係真理成了肉身嚟到我哋當中。我哋講基督教講嘅信，同一般運動員學生我哋平時講嘅信係唔同。一個學生或者一個運動員，佢話我好勤力去溫習去預備，我有信心我會有好成績。嗱，呢種嘅信心係以人為本嘅信心，呢啲信心唔係我哋聖經講嘅信心。我哋聖經講嘅信心係好精準嘅，有對象。我哋嘅對象，我哋信嘅係上帝同埋上帝嘅説話，因為上帝就係真理嘅本體，而真理嘅本體講出嚟嘅就係真理。嚇，所以我哋信嘅係上帝同埋上帝嘅説話。響理性明白到嘅，我哋接受神嘅教訓；理性以外超理性嘅，神嘅神蹟、神嘅創造，耶穌會翻嚟審判。我哋而家睇唔到嘅，我哋可以憑信心去接受。嚇，咁我哋明白咗神嘅説話，我哋知道上帝係美善公義，我哋行為會改正，我哋悔改認罪。嚇，咁就變成信服喺神面前。而我哋成個信心係基於上帝嘅信實，即係話我信又好，唔信又好，原來上帝都係信實嘅。上帝講嘅説話，我同意又好，唔同意又好，明白又好，唔明白又好，都會發生嘅。嚇，所以咧，我哋其實我哋個人點諗上帝係冇關係。上帝你睇翻舊約聖經裏邊，上帝所講嘅一定會成就。嚇，所以我哋嘅信唔係基於我自己信嘅能力或者唔信嘅能力。我唔信上帝都係實在嘅，都係信實嘅。嚇，所以上帝嘅信實同你同我有能力所信嗰個能力係冇關係，因為我唔信上帝都係信實。嚇，而聖經裏邊俾我哋睇到，唔係人單用理性去尋找上帝，係上帝呢個無限嘅智慧主動嘅向我哋俾藍色嗰啲嘅信息，就係主動嘅去揾我哋。係上帝尋找失喪嘅罪人，唔係失喪咗嘅人。最終已經死咗，靈性上死咗嘅人會有對上帝有反應。正常嘅人係對上帝冇反應，因為我哋靈性上已經死咗。一個死咗嘅人係冇反應，除非聖靈將我哋靈魂甦醒，藉住神嘅説話甦醒，我哋就會有反應。所以我希望今日神嘅説話可以甦醒我哋部分嘅人。咁所以我哋聖經度一早同我哋講咗，神講嘅佢喜悅嘅就一定成就，同我哋個人意願信或者唔信冇關係。咁聖經上有三個嘅最重要嘅啟示，第一個就係佢創造，第二就係人嘅墮落同埋犯罪，第三就係神嘅救贖同埋審判。咁今日我冇時間講神嘅創造，將來有機會講科學嘅時候會可以同大家再分享。咁我想同大家係講人嘅罪同埋神嘅救贖同埋審判，因為呢兩個題目係同你同我有切身嘅關係。聖經度講，上帝俾我哋每一個人，俾你同我都有一個自由意志，俾亞當夏娃有自由意志，俾得我哋自由意志，即係話預咗我哋可以聽神講説話或者唔聽神講説話。響伊甸園裏邊，神做所有嘅樹都可以食，除咗一棵唔可以食，嗰棵叫做生命嗰個叫辨別善惡樹。而亞當夏娃就選擇咗食嗰棵樹嘅果子，係代表咩意思呢？就係代表佢哋決定要唔再用上帝嘅標準去辨別是非，係要用自己嘅標準去辨別是非。嗱，用現代術語嚟講就係話，今日好多人講嘅，我係憑住我良心過活，係我個良心，唔係上帝嘅標準，係咪？今日你同我好多人，我哋過嘅活係憑我嘅良心過活，呢個就係聖經講嘅罪。所以佢哋原本亞當夏娃原本喺神嘅聖潔公義嘅範圍裏邊，佢個己係以上帝為中心過生活，但係佢哋食呢個禁果，要自己辨別善惡，就係話佢以後以自己為中心。當佢跳出呢個神聖潔公義嘅範圍嘅時候，
殺人放火就係響呢個唔聖潔、唔公義嘅狀況嘅生活表現。所以亞當夏娃犯罪唔係殺人放火，佢犯嘅罪就係以己為中心。當佢一以己為中心嘅時候，佢個大仔就因為妒忌殺害自己嘅細佬。如果我哋誠實嘅話，我哋都會同意，我哋有意識開始，可能幾歲開始，我哋就識得犯罪。我哋唔需要人哋教我哋講大話，我哋自細已經識講大話噶咯，係咪啊？嚇！我哋而家講大話去到一個地步係揮灑自如嘅喎。如果有人想請我哋去食飯，我唔想去嘅，我話我唔得閒，一啲罪惡感都冇嘅，係咪啊？嚇！我哋而家去到個呢個就係聖經講，我哋死在罪惡過犯當中。而家好多嘅國家係甚至係將神唔喜悅嘅事合法化，叫你犯罪係冇罪惡感。嚇！我哋今日就喺呢個光景裏邊。咁聖經度要我哋要有條出路。聖經度話我哋好似羊走迷，嚇，各人偏行己路啊！我哋個個都行自己嗰條路，以自己個良心為中心去過活。但係耶穌基督話，如果要跟從耶穌基督，要捨己。捨己意思即係話，我哋要放棄以自己為中心，讓耶穌基督、讓上帝嘅價值觀再掌管翻我哋生命。嚇！呢個就係我哋唯一可以跟從耶穌基督嘅方法。所以聖經裏邊講得好清楚，佢話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嘅榮耀。嗱，咩意思呢？上帝做人嘅時候，人係按住神嘅形象所做。咩叫榮耀啊？咩叫彰顯榮耀？當上帝嘅屬性，例如話聖潔、公義、慈愛、溫柔等等，當呢啲嘅上帝嘅屬性彰顯出嚟嘅時候，就係榮耀神嘅時候，神嘅榮耀彰顯嘅時候。人你同我原本係按住神嘅形象做出嚟，即係話我哋有部分神嘅屬性，我哋冇所有屬性。例如話神係全能全知，我哋唔係，但係我哋有神嘅善良、公義、正直、慈愛等等嘅屬性。但係當我哋呢啲嘅屬性俾罪遮蓋嘅時候，我哋俾罪玷污咗嘅時候，呢啲嘅屬性就遮蓋咗，就係虧缺啦，虧欠上帝嘅榮耀就係呢個意思啦。嚇！我哋每一個人都係喺呢個狀況當中，咁但係神冇放棄我哋，神已經預咗一個救贖嘅恩典，佢藉住耶穌基督一個無罪嘅人，耶穌基督係神嘅兒子，100% 嘅神，但係佢真理成了肉身嚟到，又係100% 嘅人，好似你同我一樣面對所有試探，但佢冇犯罪，唯一可以消卻上帝對人嘅罪嘅憤怒，就係一個贖罪祭。咁耶穌基督就係呢個贖罪祭，佢又係個祭司，又係贖罪祭，將自己喺十字架上為我哋流血。神嘅恩典藉住耶穌嘅救贖，就白白讓我哋稱義。我哋因信稱義嘅意思就係話，因住信耶穌基督，唔係靠我哋行為，係因住藉住信，因為每個人都有能力可以信或者唔信。因藉住信，我哋被稱為義。被稱為義意思即係話，本來係我個罪喺我哋度嘅，但係而家耶穌基督將我個罪嘅責任孭咗上身，由佢負責，喺十字架上贖罪，代我哋負呢個罪嘅責任。所以喺父神眼中，我哋已經係被當為無罪。原本有罪嘅人被當為無罪，因為耶穌基督已經為我哋十字架上付咗個罪嘅代價。所以耶穌基督就係呢個挽回祭。目的係叫我哋可以因住佢係稱義。聖經裏面有一句好重要嘅説話，約翰福音3章16節，佢話神愛世人，甚至將佢嘅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可能我哋都聽過呢句説話，但我想大家留意，深度去明白呢句説話。第一，神呢個救贖係因為佢愛我哋，佢唔係要我哋燒隻大嘅乳豬滿足佢，因為所有嘢都係佢做嘅，佢唔需要我哋燒任何嘢俾佢。佢愛我哋去嗰個地步，係將佢嘅獨生子耶穌基督落到嚟，為我哋受苦，為我哋去死流血。佢要我哋係藉住信佢，唔係靠行為，因為靠行為冇意思。原本我哋基督徒做好事
係理當如此嘅，係應份嘅，無可自誇嘅。呢啲同一啲嘅佛學思想唔同，唔係要做功德。我哋按住神嘅形象所做，行善本身就係理所當然，無可自誇嘅。所以我哋係要藉住信，唔係靠行為。呢度有兩句説話好重要，不致滅亡，反得永生，係指上帝嘅憐憫同埋恩典。咩係憐憫啊？你有罪，我唔使你去付代價，呢個就係憐憫。要應該滅亡嘅，而家唔使滅亡，呢個係神嘅憐憫。恩典係咩啊？我唔配有嘅，而家俾我唔配有永生，但係上帝俾我有永生。所以呢兩句説話係代表神嘅憐憫同埋神嘅恩典。聖經裏邊全部係基於上帝嘅信實，已經有二千神學家同我哋計算過，有2000幾個預言，超過2000個已經應驗。所以我哋信又好唔信好，其實冇關係嘅。神講嗰句會逐按住佢嘅時間會應驗。咁好多嘅應驗一早已經講咗嘅，例如話耶穌基督係童貞女所生，創世記公元前1400年，即係相距而家已經2000幾年。3000幾年已經預言將來有個女人嘅後裔，就係耶穌基督，係藉住童貞女瑪利亞所生嘅。呢個女人嘅後裔係會打敗嗰條蛇。咁而亞當夏娃被趕出伊甸園嘅時候，上帝已經做咗第一個嘅流血嘅獻祭，一隻動物係被殺流血，而個皮係要嚟遮蓋佢哋赤身露體嘅羞恥，已經預表咗有流血嘅獻祭，係一個救恩嘅預表，係要嚟遮蓋我哋罪嘅羞恥。所以聖經裏面好多好精準嘅，公元前嘅680年已經講係童女所生，公元前700年已經講到係喺伯利恆出生，就係耶穌基督。咁我冇時間講晒好多嘅預言，我只係講幾個例子。預言以色列復國，因為佢哋拜偶像。公元前700年預佢哋精準到話佢哋會漂流列國當中。我哋睇到以色列個歷史就係佢哋被漂流列國當中，但係有懲罰嘅時候，亦都預備有個救恩，以色列會復國。咁佢哋亡國嘅時候係中國嘅春秋時代，公元前580年。當時中國嗰啲國家已經冇晒，但係以色列喺嗰時亡國之後，喺1948年復國。如果我哋喺1948年之前出生嘅人，都仲算可以嘲笑聖經，因為以色列都未復國。其實1948年出世嘅人，包括你同我，見到而家以色列國家，我哋已經冇權嘲笑聖經。因為全世界冇一個國家亡國2600年係可以按住佢哋嘅語言、文化、宗教去復國，只有一個係按住聖經預言復國嘅，就係以色列國。聖經度提到耶穌會嚟2次，第一次嚟係拯救，第二次嚟係審判。講返信心，聖經講嘅信心，頭先我講過係定好有個範圍嘅，就係我哋信嘅係上帝同埋上帝嘅説話。聖經度解釋，信心係對神俾我哋講嘅盼望嘅事嘅把握，即係話盼望嘅事，即係未發生嘅事，同埋一啲我哋未見過嘅事嘅證明。人頭先講用理性要眼見，我哋嘅眼睛只係可以見到呢度4埲牆裏邊嘅事，聽日點我哋都唔知，係咪？原來信心點解要信心啊？但係我哋信心記住，我講係信上帝同上帝嘅説話，呢個範圍裏邊，呢個信心係可以超越時空嘅。超越時空點解呢？如果我哋而家喺中間有生之年係我哋而家喺度，我哋憑住信心，我哋就知道上帝創世記第一句説話：起初神創造天地。憑住信心，我知道呢個係上帝創造嘅。憑住信心，我超越時空，將來耶穌翻嚟審判，我知道一定會發生嘅。因為上帝講嘅説話，我同唔同意、明唔明白冇關係嘅。聖經講咗嘅説話就會發生嘅。我哋而家已經接近末世嘅時候，我哋喺末世當中，等緊耶穌再翻嚟嘅啫。咁所以憑住信心，我可以超越時空，知道由起初神創造天地到將來審判有新天新地，我哋都知道一定會發生。
除咗唔使滅亡得永生，仲有一樣好重要嘅就係我哋要明白耶穌基督係按住聖經嘅預言係去復活。呢段經文係寫喺哥林多前書前書第15章。呢段經文係邊個寫嘅呢？係保羅。保羅係邊個啊？保羅以前係一個以色列嘅法利賽人，佢開頭係去鼓勵嗰啲以色列人去殺害基督徒，佢唔信耶穌基督嘅。到耶穌基督復活之後顯現，佢先知錯，變成對外邦人嘅使徒。佢話：我從前領受傳交給你哋嘅最重要係咩嘢啊？佢話基督係照住聖經所記嘅，為我哋嘅罪死埋葬，又係照住聖經所記嘅第三天復活。點解復活重要啊？如果耶穌復活冇復活嘅時候，我都唔會企喺度同大家講耶穌基督嘅信息。耶穌基督復活就話俾我哋知，佢話我係道路、真理、生命係啱嘅。佢係戰勝死亡，因為佢係生命嘅源頭啊！佢就係創造生命嗰個嘅主。所以當我哋釘佢十字架嘅時候，係好一個好大嘅 contrast 啊！一個好係被造嘅人去殺害佢哋嘅創造主啊！當耶穌被釘嘅時候，咁但係耶穌基督復活，好多人見到嘅。開頭向基法就係彼得，跟住12個使徒，跟住500個弟兄，跟住雅各就係耶穌基督個細佬，跟住就向保羅顯現。耶穌第一次顯現嘅時候，有個使徒叫做多馬 Thomas， 佢唔在場。咁其他使徒就話俾佢聽：我哋已經見咗復活嘅基督。佢話：我唔信，一定唔信，除非我摸到佢個傷口，我見到呢個就係佢理性發作啦。我要眼見，我要摸到。咁耶穌第二次出現嘅時候，同多馬在場啦。耶穌基督同多馬講：你嚟摸下我個傷口。多馬即刻跪低，佢話：我嘅主，我嘅神。佢唔再用佢嘅理智限制佢認識上帝。上帝真正喺佢面前顯現，佢唔再用理性限制上帝對佢嘅啟示。多馬後來傳福音去到印度殉道死，呢度就係佢響印度一個教會嘅墳墓，而印度亦都係有個郵票係紀念佢。當多馬認耶穌基督係神係主嘅時候，耶穌都講過一句説話，佢話：你見到我就信，那些未見過我而信的人有福了。那些未見過，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原來呢句説話係同你同我講過，因為我哋未見過耶穌復活，我哋唔響嗰個歷史時刻，我哋未出世，但係藉住信心超越時空，我哋就好似聽到耶穌基督對你同我講，係咪啊？所以信心好重要。我係信上帝嘅説話，唔係其他人諗嘅嘢。藉住神嘅説話，我信，我就知道神起初創造天地。耶穌基督同我哋講過，那些未有看見而信的人有福了。舊約聖經裏邊有個故事，當摩西帶人出埃及嘅時候，嗰啲去到曠野，因為冇水冇食物，嗰啲以色列人去投訴埋怨上帝。上帝容許一啲蛇去咬佢哋。每次上帝有懲罰呢，都預備一個救恩嘅。所以當啲蛇咬佢哋嘅時候，個救恩就係神叫摩西做一條銅嘅蛇舉起，任何人只要憑住信心轉眼仰望呢條蛇，就可以得醫治。其實呢個嘅故事係預言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就係今日我哋第二段嘅經文。喺十字架裏邊有兩個嘅強盜同耶穌一齊被釘。呢段經文我好多年其實都唔明白嗰個重要性，其實原來係好重要嘅。原來呢個故事上帝留低係話俾我哋知，你同我都係赤身露體而嚟，我哋有一日都係赤身露體而去。
而我哋離開嘅時候之前，我哋要做一個決定。我哋可以轉眼仰望十字架上嘅耶穌基督，或者我哋可以繼續去嘲笑耶穌基督。聖經同我哋講，當耶穌被釘嘅時候，嗰啲兵丁分緊佢嗰啲衫。當時聖經講，啲長官嘲笑耶穌，啲兵丁嘲笑耶穌。原本兩個強盜都開始嘲笑耶穌個開頭嘅時候，但係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講咗一句説話，佢話：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知道。一句説話，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唔係講好多説話，佢6個鐘頭釘上邊講咗7句説話。聖經度記咗7句説話，點解呢？因為當佢兩隻手釘喺十字架嘅時候，佢每個呼吸都會拉住個傷口，所以呼吸已經痛㗎啦，再講説話就更加痛，所以佢唔講得多好多説話。但係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第一句嘅説話就係寬恕人，好奇妙，就係寬恕人。天父啊，赦免他們，呢個他們係邊個啊？唔單止個兵丁，係你同我。上帝喺十字架最痛，耶穌基督喺十字架最痛嘅時候，仲係為你同我做一個祈禱，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知道。呢個有2個門徒喺右手邊呢個，跟住佢聽到左手邊呢個再嘲笑耶穌，佢就講咗幾句説話。佢話：你同我都係一樣受刑嘅。你同我係罪有應得嘅。其實呢句説話，其實我相信聖經就係藉住呢個嘅悔改咗嘅呢個強盜，同你同我嘅提醒嚟嘅。佢話我哋每一個人喺神面前都係罪有應得嘅。難道我哋真係唔怕呢個上帝？佢話我哋係自作自受，但係呢個人佢指耶穌係冇犯罪嘅，佢冇做嗰件錯事。跟住佢呢個時候佢就悔改。佢對耶穌講：你進入你嘅國嘅時候，求你紀念我。咁耶穌就答：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邊。呢句説話有咩特別呢？耶穌喺十字架上冇做神蹟，冇滿足佢嗰個理性。耶穌冇落到嚟，因為如果耶穌基督落嚟十字架，佢唔喺十字架被釘死，要死嘅就係你同我所有罪人。所以人喺罪裏邊，我哋將個是非觀念顛倒咗，我哋唔明白耶穌十字架上甘心樂意為我哋死。如果唔係嘅話，就係我哋死，佢願意代我哋死。咁所以呢個認罪嘅強盜，佢冇見到神蹟，佢唔係用理性睇下呢個耶穌啱定錯。佢喺十字架上見到耶穌係寬恕，佢睇到耶穌係喺不義當中，佢無罪當中被害，但佢見到耶穌愛上帝、愛仇敵嗰個嘅表現。喺人眼中嘅軟弱被釘嘅時候，佢睇到耶穌嘅剛強，佢睇到耶穌嘅羞辱，佢睇為榮耀。佢憑住信心超越時空，佢預見到神嘅國，佢承認耶穌係佢嘅王，係佢嘅主。一念之間，呢個悔改嘅強盜從嘲笑神變成敬畏上帝，從鄙視耶穌變成信靠耶穌，由咒詛變成祈禱，由面對死亡變成面對永恆，從絕望走向希望，由與神隔絕變成與神同行。講到呢度呢，我想停一停。其實今日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做一個決定，我哋可以轉眼憑信心仰望耶穌基督，向佢認罪，求耶穌紀念我哋；或者我哋可以繼續嘅嘲笑耶穌，擰開面，好似呢邊嗰個左手邊嗰個，繼續唔望佢。我想大家靜一靜，諗一諗。我會有一個祈禱。如果你今日
願意轉眼仰望耶穌基督做你嘅救主。我想依家我祈禱嘅時候，你心裏邊、口裏邊同我一齊祈禱。當我講阿門嘅時候，如果你係認罪悔改、接受耶穌做你嘅救主嘅時候，我想你舉手。你舉手唔係俾我睇，係俾上帝知道你係今日願意係仰望佢嚇。我哋或者即係低頭祈禱，請我哋眯埋眼一齊低頭祈禱。親愛嘅天父，我多謝你對我嘅愛。當我還作罪人得罪你嘅時候，你已經為我預備咗救贖嘅恩典，賜下你嘅獨生子聖子耶穌基督，真理成了肉身嚟到我哋當中，拯救我哋，為我哋得罪你嘅人、得罪你嘅罪人受苦。親愛嘅天父，我承認我係一個罪人，喺我過去嘅思想、言語同埋行為上係得罪咗你。耶穌基督曾經講過：那沒有看見而相信的人有福了。我今日願意悔改，並相信耶穌基督為我嘅罪喺十字架上死。求你用耶穌基督嘅寶血洗淨我一切嘅罪。我現在願意相信並接受耶穌基督成為我個人嘅救主，讓耶穌基督成為我生命嘅主宰。我現在打開我嘅心門，邀請耶穌基督進入我嘅生命。求天父賜俾我聖靈，讓你嘅靈住喺我心中，引導我呢一生。我願意一生跟從主耶穌基督。我奉我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阿門。如果有祈禱嘅，請你舉手，等上帝知道、見到。感謝你，感謝神，感謝神，感謝神。好，咁我而家將時間交翻俾主席。